出事嘅波音客機停喺跑道上面，冒出大量濃煙。由於飛機撞毀之後一度着火，消防要向機身噴化學泡沫，機身嘅損毀非常嚴重，機頭部分燒通頂見到2個大窿，機尾同左邊引擎都甩埋，跑道上周圍都係碎片。事發喺當地周六朝早11點半左右，韓亞航空一架編號214嘅波音777客機載住291個乘客同16個機組人員，喺降落美國三藩市機場嘅時候失事衝出跑道撞毀着火，乘客即時用逃生滑梯疏散。當局證實至少2人死亡，韓國官方公布2名死者都係中國人，另外有181人受傷送院，當中49人情況嚴重。出事嘅客機由上海起飛，經南韓首爾再飛去三藩市。機上有141個中國公民，當中有28人受傷送院。中國駐當地領事館證實，中國乘客當中包括35個高中師生，佢哋全部安全，而其餘乘客大部分都係美國同南韓人。據知出事嘅時候天氣好好，有目擊者話客機當時好似失咗控咁，懷疑係機尾撞地出事。三藩市機場事後已經關閉，所有航班取消。南韓已經成立專責小組到三藩市協助調查，而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強調事件同恐怖襲擊冇關。出事嘅韓亞航空曾經俾航空顧問公司 Skytrax 選為2012年度全球第2最佳航空公司，而對上一次韓亞嘅客機事故係喺1993年。一架波音737航機降落南韓嘅時候墜毀，機上有68人死亡。